伊若地动线真侪所在拢传出建筑物受损害情形，也毋过若是要倒景，敢有遐简单？以台北市建管处统计资料来看，台北市有核准920件危险老建筑倒景案，也毋过内底有96件拢红讲是失效的案件。大部分的原因拢是因为开发的面积无到150平伤细，其中以中山区占上侪有17件。车山花莲的地动，互各界各一个关注旧厝危楼重建的议题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日来表态。台北爱进入大倒景的时代，不过有不动产顾问公司发现讲，台北开始出现小型基地围老建筑起建的情形。有影较问遐，卫生遮厝哦，拢50、60年啊，哦，讲要拄根嘛无拄根啊。站在主来讲，我讲袂成，为因啊等落嘛是佫无。部分台北市民感受是真深，就算想要甲旧厝倒景，煞毋知爱等到伫当时。亲像台北市信义区这栋4层楼高的公寓，已经超过40年，都捌申请过危老建筑的倒景，不过落尾煞是无法度倒景成功。根据台北市建管处的统计，台北市累计核准920件危老建筑案，其中有96件注明写失机效力，中山区有17件，中正区15件，大东区9件，文山区嘛9件。在台北市失机效力的案件内底，大部分是以小型基地开发案为主。基地小，那有时候施工不易，那有时候它的单位成本增加的会比可能这种从化区500、600平的这种开发案来的更幅度更大，变成很多的围绕案跟本来的条件没有办法做下去。根据了解，台北市的厝平均要到40年，30年以上的比例超过70%，真侪失机效力的案件，毋但无到150平。还有联动的大楼、甲巷仔较下等等的共同点，除了造成施工的困难，万不离一个无设置，也会造成零损，甚至地属施工大动点的情形。进行围绕重建的时候，契约内就要定清楚说各自负担的成本负担的比例是多少，对方违约的时候大概的违约的处罚原则是什么，这样子对地主会比较有保障。专家表示，若是无到100平的小型基地开发案，光是营造的成本，一平至少都要30万以上，成本是真悬。呼吁民众若有厝想要做危老建筑的倒景案，契约的内容上好爱写5年内完工交厝，才袂面临营造成本变贵等等的因素，致使倒景案起建，甚至民众无厝通住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